今次想同大家介紹一下 Chatsworth and Nephilum， 位於英國韋根一間超值6房投資項目，係一間多房式住宅，一共有6間房，而且獲得英國政府住屋協會提供5年保證合約，正回報率高達 6.5%， 真係一個超筍盤。買樓最緊要係 location。以下就係呢個筍盤嘅介紹。韋根呢間屋有3層，全新裝修，總共有6間房，仲已經攞到英國政府房屋協會核准嘅圖則，同埋英國市政府嘅批准，完全符合晒法律要求。間屋有6間房同埋 3.5 個廁所，地下有個超大嘅廚房同埋超大嘅客飯廳、睡房、廚房和浴室、客廳和飯廳。韋根呢個城市真係好靚，佢喺曼城同埋利物浦之間，無論揸車定搭火車去曼城同埋利物浦都只係半個鐘頭左右，超方便。而搭火車去倫敦都只係2個鐘頭就到。呢個盤嘅位置真係好正，因為好近曼城，所以好多香港人同埋中國人喺度住。周圍嘅環境真係好靚，以住宅為主，好舒服，好寧靜。睇近啲，白色箭嘴指住嗰間就係我哋今日要介紹嘅屋。由屋企行去市中心只係1英里，中途仲會經過一個大公園，行路22分鐘搞掂。踩單車或者搭巴士就只要6分鐘，超方便。韋根市中心乜都有，大型百貨公司、超市樣樣齊。韋根係一個人口多，同時交通方便嘅城市。綠色箭嘴指住嘅就係市中心。正因為咁，好多地方，即係圖中深紅色嘅部分，已經被劃分做咗 Article 4嘅範圍，意思係唔再批出興建多房式房屋嘅申請。而我哋呢個盤嘅位置，好可能唔使幾耐都會被納入埋呢個限制範圍之內。所以趁而家已經起好咗，將來就可以繼續用落去。呢個盤嘅位置優越，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係佢可以做多房式房屋，英國叫 HMO。當然啦，要做 HMO 就一定要完全符合晒所有複雜嘅要求，包括圖則、結構、消防、環保、規劃各方面嘅建築標準，仲要附近市民同意先得，而且仲要符合英國政府房屋協會嘅種種要求，例如要幾多個廁所，每間房要幾大等等。背後有成個團隊嘅幫手，確保符合晒所有要求。位置優越，其中一個重要考慮因素就係英國政府住屋協會需要喺呢度租屋，合約期5年，而我哋呢間屋就已經同意咗相關合約。每間房每月租金390英鎊，6間房加埋就係2340英鎊一個月。5年合約，總共收成接近140萬港紙。呢個盤有幾個超筍嘅特色。第一，經律師買公司嘅股份，咁就唔使俾厘印費。第二，由於租俾英國政府房屋協會，所以係零管理費、零水電煤、零 council tax 等。呢幾點點解咁重要？一陣間就話俾你知。另外，仲有5年保證租金，淨係呢度都過100萬啦。仲有發展呢個盤嘅公司 Chatsworth and Nephilum 包5年免費管理，無論你身處英國、香港定係其他地方，都完全冇問題，輕輕鬆鬆等收租。呢間英國房屋售價43萬英鎊，英鎊同港紙大約1對10，即係430萬港幣左右。而租金每月23,400港幣，因為唔使俾管理費、水電煤，唯一開支就係每年嘅保險，大概200-300英鎊左右。所以佢嘅淨回報，即係租金收入減去開支，就有6厘半。比起香港一般樓宇得2-3厘回報，國內得1厘，多出幾倍。買樓最緊要嘅係睇淨回報，確保真係有幾多錢落到你袋。買之前梗係要做市場分析啦。由於 HMO 建築難度高，但同時回報又高，所以好少喺市場有得買。仲要係6房單位就更加少見。一般韋根嘅普通物業只得3厘回報，管理多房式房屋 HMO 唔容易㗎。除咗要俾水電煤 Council Tax， 仲要面對鄰居之間嘅糾紛，個別租客唔交租，又有空置期，相對高嘅管理費一般都10幾個% 等等嘅因素，所以真係要有專業嘅團隊去營運 HMO， 先可以喺高風險之下有高回報。一般嚟講，可能淨係得3厘回報嘅啫。呢個盤因為英國政府房屋協會包租，完全確保咗租金收入，比起一般嘅 HMO 少咗好多風險。呢一張就係成個單位最重要嘅 trump card， 即係呢間發展公司嘅殺手鐧。佢哋嘅目標係長做長有，所以先會用咁吸引嘅條件。
希望你哋可以喺英國擁有一層甚至幾層樓，做到分散投資。買咗之後就可以翹埋雙手等收租，比起現時香港、英國同國內租金回報都高。更重要嘅係，房屋協會係租俾啲有需要嘅人士，而佢哋嘅人數不斷上升。租金亦都係政府根據通脹去釐定，5年後仲可以續約添。睇埋呢個表，你就知道呢個盤有幾咁吸引。用咗唔同方式分析過其他英國樓，得出嚟就係呢個盤嘅最大優勢：低風險、免管理、高回報。第一項係6房單位，租俾一個家庭，回報率大概3%。第二項係2間3房單位，租俾2個家庭，回報都係3%。第三項係一般嘅 HMO， 如果管理得高水準，回報大約有4厘。第四項就係今次介紹嘅呢間屋，正回報高達6厘半。當然，買家仲可以向英國銀行申請按揭，用租金收入去借錢，最高可以借到7成半。如果公式唔供本嘅話，正回報可以超過10厘添。以上所有內容會按實際情況可能會有修改㗎。呢個就係今次介紹嘅筍盤。如果你想聯絡佢哋公司，可以 WhatsApp 或者直接打呢個英國電話，就可以揾到佢哋嘅負責職員，又或者透過你哋嘅相熟經紀去聯絡佢哋都得㗎。多謝收睇。